星海提案分享英做，都會帶大家嚟到大埔迪圖山睇一個市場罕有嘅 house 筍盤。呢個筍盤有特大花園，實用面積有2216尺，有獨立車房。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單位附設新淨嘅裝修，實用面積有2216尺。客廳嘅面積寬敞，有一排嘅窗夠光猛，可擺放大型嘅組合式梳化同電視櫃，配以水晶吊燈夠氣派。而另一邊嘅位置飯廳可擺放大型嘅餐台，設有對流窗。花園嘅面積有1976尺，成個花園可以串通。呢類型接近2000尺嘅花園係市場上比較罕有嘅。由後花園到前花園，廚房面積寬敞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，設有獨立嘅洗手間。客廳旁邊有個客廁，上到嚟1樓有個偏廳。由單位嘅正門入嚟有個小花園，單位有獨立嘅車房，可以泊到2部車。上到2樓嘅位置，第一間睡房面積寬敞，間隔方正，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呢間係套房嚟嘅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放到雙人床同衣櫃。洗手間保養新淨，係用企缸嘅。上到嚟最高呢層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面積相當之寬敞，除咗可以擺放雙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到衣櫃，做埋個獨立衣帽間都冇問題。主人房望返開揚嘅山景。而另一邊嘅位置有窗，呢個位置亦可用作衣帽間或者化妝間。主人房嘅洗手間同時設有浴缸同企缸，係雙洗手盆嘅設計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